2026預苦期每天讀經。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個星期邀請咗兒童區會為我哋讀出每天嘅讀經。今日係2月24號，邀請咗一位家長 Elsie 姊妹同大家分享今日嘅經文。馬太福音第17章1至9節。過了6天，耶穌帶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，臉面明亮如日頭，衣裳潔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亞向他們顯現，同耶穌說話。彼得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們在這裡真好，你若願意，我就在這裡搭3座棚，一座為你，一座為摩西，一座為以利亞。說話之間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，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，說：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他。門徒聽見，就俯伏在地，極其害怕。耶穌進前來摸他們，說：起來，不要害怕。他們舉目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在那裡。下山的時候，耶穌吩咐他們說：人子還沒有從死裡復活，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。再次多謝 Elsie 姊妹嘅分享。願意我哋每天嘅讀經，每天嘅親近上帝，喺預苦期入面做好自己。